日咱婚姻台语文社诶主讲人，就是咱台北湖婚姻的职能治疗师王英勇。那其实我甲伊熟悉是伫台北的台语共学团啦，因为阮拢台语家庭啊，大家应该用叫伊阿勇就好。安尼咱刷来时间就交互阿勇。好，大家好。竟然有16个，竟然有15、16个人。多谢大家嘛，感谢林秘书今仔日邀请我来一个分享会。我直直讲就欣盛讲，竟然有一个台语社团，对，这是就罕咧看到的。唔知影我的声应该感清楚，因为我这边迄个电器较大声，声音若会使，我就来开始咯。因为我头一摆用这个系统，所以若是有操作的方面，若是画面怪怪，麻烦大家直接开麦去甲我讲，因为我即摆还无看到讲伊的信息咧拍伫倒位，会使吼。伊拍字的所在，好，若是有问题，请大家用举手的直接用讲的好无？因为我可能还未找到信息的部分。好，安尼我简单的分享一下，就是讲，我是一个职能治疗师。我伫做毕业了就开始伫北湖病院做北湖婚姻做工课，即马可能已经15、16档啊。就中午有休困带囡仔2、3档的时间安尼。所以我本身是一个职能治疗师。我生囝了后，我拢有2个囡仔，第2个囡仔出世了后，朋友邀请我去参加台语共学团，所以我就自迄个时开始就变做台语家庭。唔知影大家对台语家庭的了解是啥物？不过大家若是熟悉林医师，就大概知影台语家庭就是用台语来过生活。因为我本身就淡薄仔会晓讲台语，因为工课的关系，阮遮的状况甲婚姻应该差不多，因为这是伫北湖婚姻是伫艋舺伫台北市内底是算讲上侪人讲台语人口算足侪的一个所在，所以伫工课上嘛，常常会主要讲到台语。我是在福建科，所以我主要面对的是大人，是中风啊、SC 啊、等等 TBI 这类的。阮嘛有去支援护理之家的部分，所以这就是我工课上的用台语的部分。另外就是家己去台语路共学团了，因为阮就想要甲台语囡仔有搁较侪资源，所以有办小活动嘛有录拍开始互囡仔听，甲阮的朋友做伙做，叫做牵囡仔的手来听囡仔讲，囡仔有兴趣的当去找看觅。这个相片内底，这个是阮有去参加迄个台湾阅读节、台湾阅读节，唔知影大家有听过无？就是有足侪单位甲阅读有关系。这相片内底就是阮咧办活动，互一群囡仔来伫遐耍大阿姨桌游安尼。好，另外我嘛会去囡仔的学校幼稚园内底讲故事。这个内底这个就是做厝边内底迄个大人就是我。这厝边迄是阮囡仔细汉的时阵，做细汉的时阵，我就去共学团讲故事，互遐个囡仔听。其实共学讲学就是亲像大家伫安尼佚佗做伙耍，阿爸阿母轮流讲故事，练习家己讲台语的能力安尼。因为时间无讲介济，所以我讲较简单点话。唔知影在场敢有 OT 伫遮，敢会当举手一下？我看有举手，敢有人是遮敢有 OT 伫遮？遮敢有 PT？ 可能大家拢咧无用咧休课安尼敢有护理师？这个举手的是护理师对无？不是，PT 举手是敢有 PT？ 遮敢有 PT？ 好，安尼。护理师小举手，上华我看到上华吼，上华是 OT 好，这是阿刚的朋友，阿刚有这书，安尼我看觅，刚有医生请举手一个，一个，好，
行政讲医检师，我们讲医检师两个讲，医检师、医检师。好其他的人员然后不要紧，但是咱行政的人员敢会当互我好，嘛有行政人员，多谢会当出帮落来。好，安尼可能大家知影讲即种治疗，毋过无一定知影咱咧创啥物。阮伫病院内底可能会伫精神科，还是讲复健科？复健科内底可以会伫成人的、成人的，还是讲囡仔的部分都可能拄着阮。对，其实简单来讲，阮其实看的就是讲，阮会看拄足重视即件代志。即件其实甲工课职业是无共款的。伊讲的意思是讲，伊的英文是讲 occupation， 毋过遮讲的是职业，是讲对一个人有兴趣，对人来讲有意义的活动。亲像讲，我今仔日来甲大家分享这个，感觉有意义的。我嘛感觉我的工课是有意义的。转去厝，我感觉会煮饭互我会跟他食，我感觉顶顶我拢感觉毋过咧，对有的人讲来讲每一件代志，无一定讲每一件拢是有意义的活动，所以阮会去看每一个人的对伊来讲有意义的代志是无共款的。好，所以因为每一个人拢无共款，所以在评估的时阵，去了解伊的生活背景、伊的历史。伊的环境，迄就是最重要的。比如讲，一个病人来伊是一个，比如讲30-40岁中风的女性，我就去了解讲，伊即马是啥物款的角色？伊是结婚无结婚，有囡仔无囡仔？伊的工课是啥物款？伊有兴趣的代志是啥物？我就安尼了解，我就按伊的背景、伊的角色来了解讲。即马来对你来讲，你感觉你上想要紧好起来，还是上想要会当做的代志是啥物？所以我就用安尼角度去看伊目前的能力，在做复健的时阵，互伊的活动嘛会甲这尽量有关系。因为对伊来讲，即个物件是伊有意义的，伊做起来才有兴趣啊，伊才会想讲我要紧好。其实伫复健科内底定定会看到。足侪人伊是来复健几落年，对伊来讲，其实伊无想要，伊已经无想讲伊要做啥物代志对伊有意义啊。一工安尼出门转来食饭来遮做运动转去，就是伊一工的生活，伊无特别去想讲啥物物件对伊有意义。尾来讲也可能变做来遮甲人开讲，甲边仔的病人做伙开讲，对伊来讲是一个最重要的社交对伊有意义。安尼就变做即个活动其实是。对伊来讲，伊嘛会当遮想，所以阮是认为，智能治疗师伊是咱认为讲，遮有意义的活动，会当互一个人健康，一个人若是逐工拢就就是无望感，还是讲感觉讲啥物物件拢无希望，家己无价值，拢咧做家己无兴趣的代志，其实迄对身体是会影响足大的。所以阮会鼓励所有的人拢当去做家己有兴趣、有意义的代志。其中最重要的代志就是讲，因为咱定定会拄着失能的人，遮的人也是讲伊的一寡无一定是失能，伊有可能伫即个环境、即个社会内底，伊无法度做遮的代志，有可能是咱的社会无够互伊无甲伊包容，还是讲即个环境在设计的时阵有一寡。有一寡欠点，比如讲，就较看会到，比如讲，好无障碍设施好比如讲上轮椅还是婴仔车的，伊伫咱台房的路顶其实是就歹如果一个坐轮椅还是上婴仔车的妈妈，伊想要出门，伊可能会去考虑到我今仔日要去坐公车，毋知影爬会起无，还是无人甲我斗相共，我迄个公车敢爬会起。即种伊可能就会互伊就讲无规去买好咱踮咧厝诶，还是伫附近行行就好甚至有诶人就因为安尼伊就病人伊就毋敢坐公车，因为伊感觉公车司机爬袂起，伊佫足歹诶。讲咱诶环境，咱诶公车伊搭无迄个无障碍设施诶时阵，伊是爬袂起诶，伊也用跑诶，还是用诶。所以这就是我会感觉去关去
注重咱这个社会敢有这个正义感。好，正义感大家应该拢好，先讲一个伊嘛，所以阮会做重视讲，这个人伊的 ability 是啥物，还有伊的环境 environment 是啥物，伫啥物款的环境，一个袂晓赛车、袂晓骑车的人，伫台北市这个环境可能会使，因为伊会使招计程车、坐公车、坐捷运。毋过伊若是今仔日伫训练，伊袂晓赛车、袂晓骑车，伊佫无人会当知伊，这个环境就差足侪。伊可能就无法度出门，可能爱等拜六礼拜引导的人甲载搭活动，这就是环境造成的影响。还是讲伊，就是讲，还是讲软体的支持，比如讲伊敢有人会当传出门，才敢申请会到长发2.0的补助迄个支持。智能就是讲，这个人到底有兴趣做啥物？就是讲伊有兴趣去买菜，感觉买菜、洗菜市啊，对伊来讲是最有意义的对伊来讲，这就是阮会看。好，公平正义这是一个最有名的道啦，就是讲咱安怎才是算讲是公平？咱每一个人，这张图应该大家拢有看到啦，拢有看过，就是讲咱去思考讲，是毋是互伊愈侪补助愈侪钱互伊补助，还是讲愈互伊啥物款的，才是伊需要的？咱敢有一寡搁较巧、搁较清楚的一寡想法，当来改变这个社会，互大家拢法度参与到伊有兴趣的代志。伫医疗环境内底，咱讲有这个公平、正义，是社会的公义。相信伫病院这个环境内底上班的人，大家一定拢其实是足爱心嘛，讲爱心是咧，其实我不是讲足介意的，就是讲咱会去体贴一寡身体无方便，还是身体无爽快人，其实大家拢做体贴的。好，这是就是我找来的资料，就是医学伦理的原则，就是咱拢会知影讲，咱会用这个方式去对待咱的病人甲家属嘛。好，讲到这，甲咱智能治疗师有啥物关系咧？智能治疗师就关心这个政治，阮感觉每一个人拢应该爱管理甲去做家己想要做的代志。好，这个时阵。就像讲，若是这个环境，还是讲这个社会有一寡限制，是要安怎？亲像讲，进前疫情的以早吼，就讲这个智能隔离好啊，隔离，亲像讲以早有迄种种族歧视，比如讲黑人袂使甲白人坐咧共一台椅，遐可能要坐头前后壁，这种的隔离。还是讲一个婴仔，伊的爸母病大甲照顾，就甲伊关咧一个。婴仔眠床内底无爱互伊出来佚佗，伊就可能会因为隔离的关系，失去一寡佚佗去了解这个环境的机会。无不平衡，无 balance 这个部分是啥物咧？就是像讲，我开足侪时间咧做对我无意义的代志，我煞无时间甲体力会当去做我有兴趣的代志，就亲像迄个社畜，比如讲就是你讲规工拢会无闲趁钱。虽然讲趁钱可能对伊来讲是有意义，有迄个钱有意义，毋过即件代志本身伊无兴趣做，安尼伊就变做伊无时间去做家己真正有兴趣的代志。佫有一寡讲，比如讲边缘化这是安怎咧？就是讲亲像咱的人有足侪款的，比如讲有的人伊可能较敏感，还是讲伊就是较活泼即种的，比如讲 ADHD 的囡仔。还是妥瑞氏症的囡仔，伊伫上课时可能会直直发出声音。伫即个环境内底，咱仍然有一寡隐性的规范，比如讲，咱希望讲学生就是爱坐好，爱乖乖，爱定定。老师讲举手再当举手，毋过有的囡仔毋是啦，伊足跳，直直要举手，直直要举手。这个时阵可能较搞互骂，还是讲着讲，比如讲精神病人，伊在找工课的时阵，就算讲伊已经足稳定啊。毋过可能会感觉讲，你无适合这个工课，还硬着头路，等等安尼遮的物件。所以我就互我想着讲，今日想要甲大家分享的就是讲，这个公平正义、这种正义，就是伫咱的病院环境内底，最种面貌的，就是亲像咧讨论母婴同事，是毋是每一个人拢想要母婴同事？可能有的妈妈伊想要先甲家己照顾好。所以这个妈妈伊讲伊就忝的，就需要好好休息。若是伊
因为政策的关系，咱就讲哦，袂使，就是有因同事的时间愈侪，咱的 KPI 才做会到。啊，就无去管伊即马的心情，伊即马的体力，还是讲伊的状况，就甲伊讲啊，你一定安尼。还是讲，有的人伊，比如讲即马迄个预立医疗决策，有的人就是讲啊，我就是无爱插屁股，啊，无爱插屁股，这是伊的决定。啊，若是讲咱一直问，哦，你真正无爱伊安尼安怎，无去考虑讲伊是安怎无爱，伊后壁的因素是啥物？可能伊有伊的价值观。伊的文化，还是伊本人的假想法，啊，咱若是直直甲变，直直甲问的时阵，伊后壁其实伊无愿意甲你讲出来，伊后壁的迄个好是啥物？啊，佮有亲像负担科咧，行善的时阵，迄个过程是毋是产妇伊会使参详会当讨论的？这嘛是最近的最重要的。啊是讲我伫设，譬如讲我伫服务科，我伫设定目标的时阵，有的时阵看到少年的病人，我会就想要鼓励因转去上班的。啊，毋过其实我无去，我可能需要去了解讲，伊敢有欠钱，伊敢有想要转去上班，伊反正想要趁这个机会，就开始做一寡家己有兴趣的代志。所以咱可能就无一厢情愿，用家己的意见来放在伊的身躯顶。但是咱会当坐落来，甲伊好好讨论去了解伊，安尼反正会较好，会当听到更较侪的想法啦。好啊，时间哪这要到？我几张啊，甲大家分享一下。啊，最重要的一个就是文化的敏感度。譬如讲，咱去了解伊的文化的背景，还是讲，譬如讲伫原住民的文化内底，伊是有的是对来到北医是就无介意的，刚刚讲迄个触眉头，还是讲伊甘愿家己一定要死在厝的这种的代志。就是讲，咱对伊迄个文化，若是无了解的时阵，咱敢有即个敏感度会当去讲，无一定是每一个人都爱，都是甲你的想法是共款的。好，啊，对我就想着讲，咱的即个文化敏感度其实甲语言是有关系。咱的即个环境敢有注意到语言平宽？啊，咱的语言，台湾其实是一个足侪语言的社会。啊，毋过即马。伫病院内底，也是伫咱的社会，敢若拢感觉用着华语一种尔。啊，若是伫病院内底拄着台语使用者、客语使用者、原住民使用者的时阵，咱敢有提供安尼的服务，还是用伊的语言好好甲伊补充？啊，若是无法度的时阵，咱会使安怎？若是无法度的时阵，亲像新住民，咱会可能咱袂晓，咱会去找伊共用的。啊，毋过其实做者台语使用者，伊即马已经加减听有华语啊。所以咱可能就会预设讲，哦，安尼我甲你讲华语嘛会使，啊，毋过其实反正伊的华语并无好势，甲伊拢会当完全听有。啊，即个时阵咱敢会注意着？亲像讲，若是老大人，其实你敢会想讲，少年人可能伊嘛是可能是讲台语的，一般咱会是讲，讲台语一定就是老大人。啊，毋过其实嘛有少年人，伊就是想要讲台语啊。亲像咱中学团里面，内底有一寡父母，伊是选择讲家己要就是要讲台语。啊，毋过伊就讲伊捌去看迄个去柜台就拄过讲，伊看伊是少年人，就讲你请说国语，你会说国语，你想要不要说国语？即个状况，还是讲好，较好笑，譬如讲，较袂晓讲台语的人，特别请一个阿伯讲，讲伊吞口罩，阿伯就讲啥物？其实是要叫伊挂把喙拢摕落来，这是一个错误。啊，就是讲，咱敢有想着讲，咱伫甲迄时咧讲话的时阵，敢有去想过讲，伊的母语是啥物？今仔日若是咱拄啊好会晓伊的母语的时阵，咱是毋是会使加用伊的母语去甲伊讲？其实我感觉问出来的答案，甲伊的丰富度，就是讲。比如讲，我要问伊的状况的时阵，我用伊较熟的语言去问，伊讲出来是足最精彩。啊，毋过若是华语甲问的时阵，可能就是简单讲结束。你要讲问袂出来。其实我感觉就是你用你家己的每一个语言，你在讲话的时阵，你的灵魂甲开口会无共款。大家会想看卖讲，你讲日语的时阵，你是毋是会感觉较有礼貌？家己我毋知影啦。大家当想看卖你会晓啥物语言，啊去想看卖讲，你伫伊迄无共款说话的时阵，你的想法是无淡薄啊，你的态度会淡薄啊无共款。啊，再来就是讲，
一寡家己家庭，伊去做早疗评估的时候，如果讲医生还是讲治疗师的讲，就甲伊讲，哦，其实小孩上学就会讲国，就要讲国语，现在跟他讲台语，会混淆，会发展迟缓等等的。其实这一部分就是伊无去了解，有的人可能去了解迄个父母医是安怎要做这样的选择。你敢有法度去接受、去同理伊的这个概念？就算讲你无法度同理的时阵，你是不是会当有较开放的态度？还有就是讲，咱就个评估工具，有长模的评估工具，其实是伊敢若翻译做华语的，伊并无会使互咱用其他的语言去使用。毋过我知影身心障碍的鉴定是有做个版本的，就是你会当用迄个人的语语去，你会当用台语去评估，会当用客语去评估。原住民语我就毋知影，就是讲咱会当去保持咱的文化的敏感度。就是讲，每一张就是讲，每一个人拢有权利使用伊家己的语言，但爱去尊重伊，爱去理解伊。拄啊好，若是你会晓用，你会当尽量甲伊用。就是这上尾讲上尾一张，这是甲大家分享一个讲，大家最近阮最重要团咧做一件代志，就是母语家庭想要互咱的囡仔会使用台语来学习知识。大概就是这是可能这就是生殖器的生殖器台语。伊讲一般会讲，会感觉讲学这物件，那会讲这，那会讲懒觉，那会讲鸡巴，哎呦，这种歹听话。其实迄是台语本身的讲法，是歹啥物歹听话，就是。毋过咱台语家庭就是想，母语家庭想要好，咱的囡仔都会当用母语去学习。加的知识。好，以上讲到安尼，大家讲有啥物问题咧？可能我答无想紧。真多谢阿勇甲咱分享。其实讲实在语言，每一种语言拢是共款的，每一种语言拢有好话有歹话。但是因为过去的一寡政策啦，佮大家印象，所以有人就感觉讲，讲到大拢啊，阁有真侪人有即种想法。我今仔日嘛才听着有人会讲，像讲你看起来咱像是讲台语的人啊，为什么有即种想法呢？就是你会感觉讲你讲台语人就是安怎，讲华语的人就是安怎，对啊。其实，就是我感觉即张就是上重要啦。每一个人拢有讲家己语言的权利，你会当，咱爱有讲母语，咱选择讲母语的权利，你受到的对待应该爱是共款的。我相信阿勇应该嘛有真侪即种经验，有人会啥物你写字水水啊，为啥物你讲台语啊，像即种的。有啦，有一届就是拄着讲有一个病，我要甲伊讲台语，伊就讲你台语无标准，听你艰苦的，莫阁讲啊。我讲，迄是听口差。我就讲，伊就直直感觉讲，你讲的台语就歹听的，我听袂落去。可能是我无伊迄个开口。对啊，所以就是，咱也是希望咱的语言继续传落去的，爱加讲啦，就是嘛莫甲别人讲你台语讲啊足歹咧，你莫阁讲啊，啥物即种的话。好，大家敢有啥物问题啊？是阁有想要分享的代志？今日讲到这哦。多谢大家。对啊。